相传，乙国当朝丞相千金，名叫苏冉冉。他出生之时身带剧毒，后得高人相救，大难不死。苏冉冉在丞相大人和母亲初阳公主的呵护下长大。爹爹输了，咱俩，哎呀，爹爹又输了。苏家人丁兴旺，苏冉冉更有9个堪称人中之龙的哥哥。我建议他是丞相，长子苏毅，招还是不招？人称笑面虎。次子苏绰，当代画图，悬壶济世。三子苏泽，剑术天下无双，生性淡泊，与世无争。四子苏嘉，身形矫健，力大无穷，精通各派拳术，独创一门，成为1代拳师。五子苏南，上知天文，下通地理，能文善武，京城大家闺秀无不爱慕。六子苏圭，御膳房主管，做尽天下美食，皇帝赞不绝口。七子苏简，女工出神入化，皇亲国戚纷纷慕名而来。八子苏瑞，书法大家，绘画技艺亦无人能及，多少人花重金只为收藏他的真迹。幺子苏颂，满腹经纶，博览群书，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年纪轻轻，已成为一代国学大师。举国上下慕名而来拜师学习的人络绎不绝。另外，在苏冉冉身边，还有一位不得不说的绝世佳人——苏冉冉的表姐梁天，人称女诸葛。她精通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，真是才貌双全，举世无双。而苏府众人的平静生活，甚至整个江湖，都即将因为苏冉冉心血来潮的逃婚而被搅得波澜四起，鸡飞狗跳。师姐啊，你可千万要拖住我的3个哥哥呀！拜托啦！走，小毛。哎，兰花呀兰花，当初你的花种还是二师兄送给我的呢。转眼都过去3年了，等你开了花，我就到山上去找二师兄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不好了！你爹派你哥哥们接你回家成亲了。什么？成亲？小师妹，九师兄身在京城，甚是想念你。听我爹说，丞相大人与秦将军已经在圣前为你和秦二公子定下婚约，闹得京城是沸沸扬扬。不日，你的诸位哥哥即动身前往太乙山接你回家成亲。妹
你不要再跑了，妹妹！不追，我都不跑了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别跑了，别跑了！你们别追了！妹妹，别跑了，小心啊！妹妹，哎，别跑了！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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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这么能跑呢？哎呀！妹妹，没事吧？哎，是你，我妹妹呢？哎呀，非礼啦！快来人呐！九师兄，多亏了你的通风报信，才让我有时间和师姐谋划我的逃婚大计。竟敢在我太乙派公然挑衅我们掌门千金！哎，真是罪过呀！我杜瑶兵虽然模样生得标致，可是人家生性淡薄，与世无争，偏偏有你们这种登徒子上门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师姐，你说吧，让师弟们怎么收拾他们？哎呀，来劲了是吧？请杜姑娘恕罪，在下见妹妹心切，一时疏忽，冒犯了姑娘，还望杜姑娘多多见谅。你别碰我！哎，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，三哥，快跑啊！妹妹，哎，妹妹，妹妹，苏冉冉，你这个猪！让开！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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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妹。也不知道二师兄现在在干什么呢。哥哥，哥哥。二师兄，都给我让开！哎呀，急死人了！杜姑娘，你究竟把我妹妹藏到哪儿去了？啊，我还说好不容易安静一会儿，以为你们知难而退走人了呢，还在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把我妹妹给交出来，我们就不走。好啊，既然苏家几位公子想在我太乙山多待几日，那我也不能怠慢了各位。你们几个去，把中午喂牲口剩下的干粮拿来，给几位公子当晚膳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杜姑娘不必客气。我们3人今天冒昧打扰，已然过意不去，我们这就准备下山回家。告辞。慢走不送。哎呀，我就哎，算了。是。师姐，大事不好了！啊，小师妹不见了！什么？哎呀，你给我小声点儿！我不是让你去后山小屋接冉冉吗？我去了，那屋里没人，周围我也找了。师姐啊，你说这小师妹该不会又迷路了吧？哎呀，这个笨蛋，让他下山又转又转又转，又给我迷路。哎呀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找啊！去啊！哎呀，怎么办啊？别着急，我们一定会比他们先找到妹妹的。二师兄，自从上次你把我从一仙谷接回来，已经3年了。你不下山，也不让冉冉上山。冉冉好想你哦。好了，小毛，带我回后山茅屋找师姐他们去吧。走。琳琅，你一步逃走，可真是省了我不少事儿。用护法还是那么厉害，可是我是奉戴公主之命来太乙山寻找月亮花种。青天姐姐那么信任我，我可不能辜负她对我的期望。日轩，你这么阻挠我执行青天姐姐的命令，她会伤心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听叶青天的话？青天姐姐代替公主掌管月灵宫，整日忙碌。可这些都比不过你对她的忽视。她这么爱你，可你却只爱那个月影。月影这个名字，是你能叫的吗？我们应该往哪边走来着？小毛，你说说。哎，我记得师姐好像说过会经过竹林来着。还好我想起来了。走喽，小毛。哎，苏冉冉这个猪又迷路，叫他在山下等，山下等。哎，哎，小二，你也来找冉冉？这个笨蛋一向不认路。月灵宫有人闯入。什么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天黑之前找不到小师妹，你们就别想见到明天的太阳。哼！眼看天就要黑了，怎么办啊？看来情况有变，快走！小毛，我们应该是往前面走，还是往下面走啊？应该是往下面走。走，小毛。小毛，快走啊！再不走我们就下不了山了。这头蠢驴，今天怎么比二师兄的踏尘跑得还快啊？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你根本就从来没有在意过叶青天，这次却忠心耿耿地执行他的命令。你以为我看不透你吗？你以为叶青天看不透你吗？
月亮花种由太乙派绝情剑萧沐尘所守护，凭你拿得到吗？或者，你的本意根本就不是月亮花种？你默默地守在睡在树林里的姑娘身边，青年姐姐要是知道了，得有多伤心啊！住手！日轩哥哥，你的月影中了我的魔音，可不认得你了哟。二师兄，等一下，琳琅交给我，你来照顾他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这里危险，带他回京。
顿的东去，火畔的春来，蓦然回首，已青丝鬓染白。相见时已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，昨日少年着青山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山梦里还。